哦，无想到讲有遮侪人会来。各位台南的乡亲时代，无一定时代吼。各位同学，足侪人年岁比我较细汉吼大家晚安，大家好。罗马字看有人举一个手好无？比我想的佫加真多，好，请放。所以今仔日。罗马字看话，你就毋免我解释，你就知影这顶管咧写啥。这就是演过就是较早，演过甲即马甲将来，搁我认为会当来做啥。好，我就先自我即个人较早我甲台语之间的过往，我甲台语之间的情史，我讲台语是我的爱人啊。我即马是抱着一种纯情的心情咧讲台语。因为我认为台语无救我无材料救伊。毋过上无，我做会到一件代志，就是陪死。所以我甲台语之间的情史是啥物咧？我安尼来讲起吼。我自5岁到30岁是完全无咧讲台语的人。你若是伫旧年的即个时阵拄着我，试看卖用台语甲我开讲。旧年的即个时阵，我甲你讲台语无法度超过3分钟。演过是安怎讲？我自今年7月，我开始决定，我即世人拢袂去讲台语啊，我袂去讲华语啊。歹势，了紧张吼。今年7月，我决定我即世人拢袂去讲华语了后，我的台语才开始用背的进步。我是自差不多旧年即时阵，我会记你是旧年的10月。旧年10月，我开始学写台语文。迄当阵一开始无足认真的，我是看一个台视的台语主播，叫做过吴中，伊有一个逐工一日的节目，就逐工1分钟尔，1分钟，其实讲起来无介多，就1分钟2分钟写者，逐工学一个字。我自迄阵开始写台语文，毋过进步其实足慢的，因为写无咧讲，所以讲其实无啥咧进步。7月开始进华语较淡，才开始感觉到我的台语将伊豆啊入到15岁的我家己。什么意思咧？就是我一直是一个算是讲，我是孤老人啦，毋过我足够伫台顶讲话。15岁的时阵，我差不多高中1年2年的时阵，我就捌伫阮学校内底家己办的即式演讲的比赛内底得第2名，全校免讲，迄嘛是华语的。即式演讲就是讲，你当场上台进前20分钟，你抽到一个题目，你才来想讲你等下要讲啥。算是足困难的代志而且我迄当阵读的算是伫台中，足侪人想要去读的一个私立学校，叫做卫道，天主教卫道中学。所以15岁的时阵，我算是已经算是足够讲华语的一个囡仔。所以我是伫今年开始进华语了后，我才感觉到。我即马台语的程度，豆啊足着15岁的时阵，我家己讲华语的程度。而且想着讲要开始用全台语来演讲即件代志，是2礼拜前，一个想着嘛是互我皮出来。我7月进华语较淡，头一回用台语来演讲，就顶礼拜尔，其实无太久进前，想着互我家己感觉皮出来。好，33岁的我才入着15岁的我家己。伫我开始进华语进前，我家己是讲啥物款破甲喙糊糊的台语，刷落来即2个图仔，互你鼻芳一下。我差不多伫详细倒一年我袂记好，反正就是我20外岁的时阵，20外岁的时阵，我当去台中，我想要招阮母讲，阮2个同齐来食暗顿，好无？安尼结果迄当时阵我讲出喙的迄句台语，我甲伊讲，母啊，阮来食饭好无？结果阮来食饭，伫台语内底是啥物意思？即个咱甲阮的分别，伫其他的语言内底拢找无，华语也无，英语也无。你若甲翻做英语，咱甲阮共款拢是 we。好，毋过你若讲咱来食饭，咱就是 we including whom you're talking to。所以咱的意思就是讲，我甲阮母讲，咱来食饭的意思就是讲 ，let's go dining together。毋过即个阮是 excluding whom you're talking to， 所以你若是伫台语内底讲，阮来食饭，你想要甲翻译做英语，就变到足啰嗦，就是I'm just telling you that we're going for dinner, you're not invited 所以你当阵。
外岁，我想要讲台语的时阵，我要用台语招阮母啊来去食暗顿。我讲出嘴的是母啊，阮来食暗顿，好无？啊，阮某就听无，你倒是有，你即摆倒来有要招我去？好，过来。哦，伫驶车的时阵，我是昨日驶车来，驶车先透早先驶去高雄参旅大学遐。驶车的时阵有一条物件，你一定爱先甲校好势，才会使上路。若无警察抓着，会使甲你开单。好，迄条物件，台语安怎讲？嘿，大家拢讲咱足标准。20外岁，我迄当阵我足早就摕到驾照，10月就摕到。毋过我是20外岁，迄阵25日啦，才开始驶车。当开始驶车的时阵，我若像是买车的时阵，甲迄落卖车的中古车店的头家讲话也是安那，袂我袂记啊，就是甲我一个无识的，管是讲台语的人讲话。我迄当阵我要讲着迄条物件的时阵，我讲迄条叫做安全带啊。嘿，就是差不多是5、6冬前。你即摆听我安尼用台语直接噼里啪啦甲你讲规大段，毋过就无偌久进前5、6冬前，我讲出嘴的台语，就是你拄则听到安尼。阮来食饭，安全带啊！恁应该拢知影我是安怎发即种错误，因为5岁至32岁的我，拢是一个纯的华语囡仔。因为安全带啊，迄个带啊的带甲大，即两字伫华语内底是完全共音的，所以我嘛抓准你讲，可能伫台语内底嘛共音，嘛属于上就唔是。啥人我会变做今仔日安尼？人生有一个熊遮尔大的转变。用我家己的话讲，就是我脱掉我家己上流利的迄条喙齿，就是华语，就准甲单。即马坐伫遮甲你讲话的即个我，上高讲的语言有关是华语。甲单我讲台语的程度，讲英语的程度，拢也袂超过我讲华语的程度，拢也差了足远的。所以，照我家己讲，我是安怎要脱掉我家己上流利的迄条喙齿，就是因为去年伫淡水的幼稚园，我去爆米花的时阵发生安尼一件代志。我毋知迄时阵发生啥物代志，有可能甲阮高因迄口罩有关系，因为其实阮嫂也是比我较早开始注意台语即个问题。我即马5岁的大汉直女伊出世的时阵，我是较关系讲查某孙啊。我拄则伫新市社区遐，伊甲我讲，你讲直女较袂互人听，毋对。我大汉查某孙5岁出世，5冬前出世的时阵，阮嫂啊就甲阮规家伙讲，囡仔出世啊，甲当要开始甲因讲台语。毋过迄当阵我是甲即马即个时代。差不多99%的爸母共款，就准讲你有心想要甲囡仔讲台语，你是看到囡仔讲台语，结果爸母家己咧开讲的时阵讲的是华语。即5冬来其实大部分的时间我嘛是安尼，就是囡仔阿妹啊，姐即摆来甲你算一个，结果囡仔去困了后，甲阮哥2个人开一罐米酒，开始讲华语开讲。可能是因为因迄口罩的影响，因兜即摆嘛住喺淡水，所以。去年我去淡水迄个幼稚园爆米花的时阵，迄工我毋知倒是条筋无，倒是条筋流毋对，我就想讲好，今仔日我摕着麦克的时阵，头一句话我要来讲一句台语，因为我自5年前我爆米花环岛，我去过差不多毋知有100间学校无逐回拢是甲囡仔讲华语的，自头到尾拢是华语的，毋捌讲台语迄工我就想讲，我摕着麦克，我要来讲一句台语，我讲啥就是各位小朋友大家好。就安尼尔，下骹迄阵淡水幼稚园下骹迄阵5、6岁的囡仔，因是安尼。即时阵我亲耳仔听到内底一个囡仔安尼问因老师：“老师，那个叔叔是不是香港人？为什么我听不懂他讲的话？”我要背哪里？就是靠背啊！你竟然甲我好就是自迄天开始，因为伫迄天进前，我就捌听朋友甲我讲，其实台语要死啊，台语要灭亡我袂甲信。I refused to believe， 这是心无法度接受啦，其实是心肝内无法度接受就是自去年迄一天伫淡水迄幼稚园，我从伊开始面对即个事实，台语要死啊！你讲迄是伫北部就准讲淡水传统来讲是一个应该讲台语，所以你讲迄是北部较无人讲台语顶礼拜，两礼拜前应该是2礼拜前我有一个朋友，古意念歌团的团长也摕来伫
就伫台南遮中西区遐开一个家己的书盒啊。你若讲较正式的、较一个书生宪的讲法，就是体制外教育，就是开一个书盒啊，开一个补习班，专门咧教囡仔教一寡学校袂考的物件。2礼拜前我去甲伊遐，中昼我甲因迄阵囡仔同齐煮食一个囡仔看到一个囡仔看到遮一个鼎吼，挂扛咧抢棍，迄个囡仔问讲那是什么？我讲炊卵。我知影有人讲电卵，有人讲炊卵，无若是家己听有的囡仔，就准讲伊家己是惯死讲电卵，伊嘛无可能听无炊卵这两字什么意思吼。毋过迄个囡仔就讲我听不懂。我外头问阮朋友也对来讲，恁遮台南呢？哪会恁台南囡仔连炊卵两字拢听无？就甲我讲，即摆台南市内的囡仔已经70%听无台语啊，毋是袂晓讲，是听无炊卵是啥物意思？所以，我开始讲做台语要死啊！台语无人咧讲啊，做问题就是，足侪人甲我讲你著去下港嘛，台南高雄遐足侪人咧讲诶。台南市内70%囡仔听无安尼。好，你要花，你甲我讲，真开佫足侪人咧讲，高雄台南真开佫足侪人咧讲。我讲一句互你听，敢还佫有人会记哩？50当前的台北城，每一个人拢是讲台语。即摆的台北，50当的时间，就甲台北洗甲遮尔啊清气。50当进前，台北城内讲台语的人口比例比即摆台南、高雄任何一个草地庄较讲佫较悬啊！50当甲台北城洗甲遮尔啊清气，你凭啥物相信50当后台南甲高雄袂比今仔日的台北佫较凄惨？你讲，这就是伫去年的迄一天。完全改变我人生规个想法。大卡95%的囡仔听无大家好这3字什么意思？我迄人我无想要信，我搁问一届，恁偌济人听有我即摆讲的话，请你举一个手互我看，差不多我是问迄阵，我是问迄阵淡水林内底囡仔，我就问讲，你偌济人听我即摆咧讲啥？请摇，大家差不多100个囡仔，我敢若看到5、6个人举手。这就是咱刷到咱爱面对的这个事实，就是咱已经实际上咱已经培养出一代规然完全拢听无台语的囡仔，因已经出世啊！好，所以我经历这张图，我伫网络顶面经历这张图，就是一台火车自伊的，我无啥确定这个物件高架道路连起来，敢有较舒适？那我会甲伊。讲做关大道路啦，就参像穿关大的，一台火车自伊关大道路顶悬已经凸出来，已经要上落啊，规台火车要上落啊。我想要剪这张图，因为这就是台语的现状。我认为台语就是这台已经自楼顶上落来，当咧半空中的这台火车。你掠准即摆还佫足侪人，还佫咧讲台语，其实敢若是因为讲这台火车还袂弄着涂骹尔。咱即摆是浮伫半空中的迄10秒钟。那即摆发生啥物代志咧？就是，我旧年面对迄个幼稚园，互我遮尔大个冲击。毋过其实我心肝内并无随时就开始讲，我认为讲我一定爱做啥物代志，无，因为，人无遐尔伟大啦，无可能想讲我发现一个问题，我就随要做啥物代志要甲改变，人无遐尔伟大。毋过今年7月开始进。华语了后，我发现我家己有一寡改变。这张主要是讲我，即摆我咧当咧对我家己做啥物代志 ？What have I done to myself？ 中即个粉色的圆箍仔内底讲的是，阮即个台语箍仔内底，阮有一个家己的判断的标准，一个 criteria， 英语讲的 criteria， 就是讲，你即摆若想要知影讲，我开始。想要甲台语捡转来，我开始咧学台语、学台文，学到啥物坎站算是讲，你已经捡转来哦。学到啥物坎站才算是好。阮来问一个问题：你当时开始用个台语咧民邦，因为民邦这件代志你无材料控制。你伫民邦的时阵，应该是伫规个人上放甲上明、放甲上松的时阵，所以迄个时阵，若是讲你已经甲台语当作是你的。上届惯系使用的语言，就是应该你爱开始发现着你民邦内底啊出现台语，
啊，无一定讲一开始就是100%，像我即马差不多是，我先讲别人，就是我捌听过的朋友，我捌听过的朋友有就人讲，我开始试验用全台语生活了后，差不多3-4天，我就有开始用台语咧面房啊。有人讲1冬外开始用台语咧面房啊。毋过我本人是目前为止我听过上届紧，偌紧的144天。自我7月开始进花去，到呾第144天，就是即月12月初一迄一天，我伫早起精神的时阵，发现我拄则迄个面房内底，我甲你讲的是台语。144天是我听过上届紧啊，是安怎？我有法度做到遮尔紧？好，刷落来边仔即3个圆箍仔，就是我的武功心法，讲互你听。哦，前2级我有初级、中级、甲高级，前2级拢足简单的，你应该做会到。啊，毋过迄个高级。就是上届大招，上届初战的迄招哦，其实无建议恁来试，因为对身体健康足无好。初级是啥物咧？初级就是甲台语当作英语来学。你较早安怎学英语，你即摆就安怎学台语。传一本谱仔，甲你伫网络顶悬找会到的，甲你讲台语的节目，一个看，一个写落来。这伫我的面册顶悬，我有整理；我的重要顶悬，我有整理。台语台做逐工一句，啊，搁有我上头的开始看的迄个台视的台语主播，搁有中啊逐工一字1分钟，啊，搁来国精先的，即个是国宝，伊的台语有够水的水，40外岁即个我无听过任何人台语比伊较水。哦，这3分钟、1分钟、3分钟斗起来，逐工7分钟尔。哦，啊，罗马字一定爱晓。罗马字若是袂晓，你看到你家己顶礼拜写的笔记，你会毋知影迄个物件安怎念。哦，初级就是较早安怎学英语，你即摆用同款方式来学台语，是足悲哀的，因为阮已经无法度用，无足侪少年人已经无迄个环境会使用个母语的方式来学台语啊。吼，啊，第2级是啥物咧？就是，哦，咱这就我翕一个我家己写的谱仔，吼，顶悬这是散赤甲散甲，其实差不多意思。线工有人甲我讲，我即2个写了颠倒变。线工甲山工，一个是下班的意思，啊，一个是南山工课的意思。哦，啊，倒一个？山工是倒一个意思？山工是零工。山工是南山工课，啊，线工是下班。嘿，山去啊，线工是下班。啊，我即2咱是写颠倒变啊，这一寡俗言语，真情世事陪到到，无听阁无走。哦，也着吹，也着骂，就是讲你囡仔爱，也着爱教示，也着爱听。哦，啊，一捆啊，一万米，连咪拢是足紧的意思。哦，啊，真正现只啊，迄我大家讲安尼。哈。未到应该是有够无够的够。不够的够。哦，是哦，啊是安尼是哦。哦，好。啊，第二级、中级就是开始卖讲华语啊。卖讲华语也一定啊，你若是决定要卖讲华语，你一定会需要即个物件。即个物件是我即摆手机顶悬投的一个 app， 或者找台语，吼，试出来大家看，就是即个找台语，就是即个，吼，即个找台语你甲试落，伊毋免网络就会查你，吼，而且伊内底有9本台语的词典，9本哦，啊，全部斗起来有差不多共要32万条词，听起来足多，其实也是无够啦，吼。伫我7月开始进华语，迄当阵。头前迄1、2月子，我差不多逐工拢爱甲手机啊认100回来查词典。哦，无喊过哦，差不多逐工爱认100回，因为我即摆若是决定华语拢无爱讲啊，一定啊，毋过我是5岁至32岁完全拢无咧讲台语啦，一定生活当中有足侪物件我需要讲，毋过我毋知台语安怎讲，认出来查者10秒钟尔，袂歹，骹手较算是流利，吼。啊，若是有影讲你伫词典内底找袂到的物件，我家己的做法是甘愿讲英语嘛，甲洗过。亲像，我即摆若是讲咧录影，啊有一个啥物人甲我讨即个影片，啊影片怎传互你？我想讲我要用 Google Drive 传互伊。Google Drive 台语要安怎讲？其实我念袂出来，问题是念出来恁无人听有，分段硬碟。我念袂出来，问题是我念出来恁无人听有。我即时阵我就甘愿讲英语嘛，甲洗过，我用 Google Drive 传互你，其实安尼就好啦。哦，搁另外来举一个咧，因为即时阵生活当中，我想要讲出的任何物件，我拢无愿意用华语来讲，我拢要用台语发音来甲伊讲。所以咧，内边啊，只有2个人名，彭瑞兴甲
魏仲庭，即两个你敢捌？方瑞兴甲魏仲庭。啊。你敢捌？哦，你即摆认为你听过即两个人名，请你小可举一个手。1、2、3、4、5、6、7、8，差不多哦，差不多好，放手。即两个人是啥物人咧？即两个人是几月之前，有一出电影，即摆着2亿6千万，2亿6千万的票房。迄出电影叫做《番号》。番号内底两个主角伊的名叫做方瑞兴甲魏仲庭。迄当阵我家己去看即出电影的时阵，边仔的人看电影是讲，足恐怖，足恐怖！啊，我是手机啊前传，开始查即两个主角的名，大家要。我等下我转去，我要甲朋友报告讲，即出我已经看过，我感觉迄个说方瑞兴安怎，然后魏仲庭安怎，我需要用台语甲伊念出来。我电影伊内底我手机啊前传，我就开始查。哦。这是第2个斩击，第一个斩击就是甲用台语当做英语来报，第2个斩击就是你有法度控制的范围内底，华语莫甲讲啊，一个字拢莫甲讲，甘愿讲英语莫甲说过。第3个斩击到底是啥物咧？第二个斩击终极就是来到讲禁止你家己讲华语对无？第3个斩击迄个上界初战、上界有效的办法到底是啥物咧？是禁止你家己想华语，安怎讲？好来，你即摆先毋免看顶悬的荧幕，我问你一个问题，请问你的电话号码几号？好，你先毋免甲我认。一般人听到即个问题，你电话号码几号的时阵，是毋是伫你的头壳内底，你开喙讲进前，你头壳内底先听到一个声音咧念你家己的电话号码？所以，阮咧回答即个问题的时阵，实际上阮敢若是阮敢若是家己听到头壳内底迄个声音，家己搁念一解尔。好。即摆你听到你的头壳内底咧念你的电话号码，迄个声音是啥物语言？99%应该拢是华语。我的做法就是，我毋若是不爱讲华语，我甚至要禁止我家己想华语。所以有人问我电话号码的时阵，我的头壳内底开始09啥物啥，我拢懂咧，袂使，你即摆袂使想华语，你爱想控9偌济。做到即个程度，互一寡代志变到对我来讲足无方便，差不多伫可能是7月还是8月时阵，就是开始进华语无偌久的时阵，有一个我足想要去听的演讲，或者是一个足厉害咧研究白色恐怖的一个大的，伊名做林团凯，伊头壳内底有一个有一个3D 的人际关系图。就是日版，啊，搁尾来白色恐怖，所有受难者，谁甲谁熟识，谁甲谁是同学，啊，谁甲谁要去倒位，谁甲谁关做伙，伊个头壳内底有一个3D 的地图，完全拢会甲跩人斗做伙。迄个人名叫做林团啊，我足想要去听伊的演讲，毋过伊讲我嘛足紧的，迄个。我迄当时足想要去听即个演讲，毋过无想要将我家己真无简单培养起来一点点仔台语的语感，直接甲伊站转去。所以我去听伊3点钟的演讲，我做了啥物代志？我坐伫台骹听，看起来我拢无叮当。毋过我甲伊讲出来每一句华语的话，拢翻译做台语念一遍，互我家己听。所以其他的人就是坐伫遐听3点钟的演讲，毋过对我来讲，我做的代志是3点钟的即时翻译。所以伊3点钟的演讲讲煞了，我嘛比我忝。所以即摆对我来讲，听人的演讲。抑阁有看册，对我来讲拢变做翻译的工课。我即摆若是掀开一本我无论安怎，我拢一定想要看的华语册，我嘛会做共款的代志。我甲每一句，我看一个字句，用台语甲念出来，还是翻译出来。所以讲，即摆对我来讲，阅读抑阁有追剧，跩较早的一寡兴趣，差不多拢交替啦。因为讲是安尼讲啦，然后翻译力量真是足简单的无，迄是。较早对我来讲，我伫网络顶面看放假，比如讲海贼王，对我来讲是一种放松放灵的过程。啊，毋过即摆对我来讲已经变做工课啊。看剧嘛是啊，若准讲即摆有一寡讲英语的剧，我甲华语的字幕关掉，我就照看，迄是会使。啊，毋过我若想要看日本的剧，我毋捌日本话啊。啊，你点出来的字幕就敢若华文尔。啊，即时阵我是要看还是袂看？对我来讲是我较早的兴趣，差不多即摆拢交替啊。所以讲，若是要做到即个程度，对家己
身体甲心肝内的即个健康的状况拢是足无好的。我头前3月即拢无好食困，是真实的哦，就是我醒落差不多5点钟就会精神，拢困无啥会好。好，毋过这一切拢是有效果的，就是我变做我听过的台湾课仔内底想要甲台语的语感捡转来的人内底，上紧就开始用台语咧面房的人，上紧就有法度开始用台语咧演讲，噼里啪啦甲你讲1、2点钟的人，就是因为这4月、5月即内，我禁止我家己想华语，安尼用上紧的速度甲台语的语感捡转来，第144天我就开始用台语的面房啊，而且是。大家人的状况会有了无共啊！你到底是甲台语等调等到偌远，这每一个人了无共。啊，我家己真正恁拄到拢听过嘛，就是阮来食饭啊、安全地啊，迄个等级的安尼。所以其实恁即马坐伫下骹咧听我讲话的少年家，其实恁即马的台语，甲我伫恁迄个年岁的时阵，其实差不多尔。好，等来。好，刷落来就进入，讲起来是上解叮当的一个部分，就是我对台语的未来是非常的悲观。伊就是讲，一个人的观念若想要改变，你的好，你即摆认为啥物物件是重要，啥物物件是无重要，即个心内的观念要改变是足紧的。毋过你的才调、你的能力，亲像你。即摆就准讲你昨好，就准讲你昨是一个完全无咧想台语讲，吼台语死去无要紧啦，台语安怎你今仔日听一个演讲，也是讲你看一个影片，讲好，我今仔日开始我足想要讲台语，毋过你的喙齿对袂调，你的观念转变是足紧的，亲像我旧年伫淡水迄一工，就甲我对台语的观念规个变过来。我较早认为讲台语足稳的，无足落跳，无要紧。啊，迄工变过来了后，我开始有想要学台语，毋过我到当开了1冬外的时间，我还是认为讲我的台语甲当差不多65啊分尔。所以心要变是心要变是足快，足紧就会变过。喙齿要练，你要练3冬嘛会才学。所以台语即摆现状就是一台普悠玛的火车，伊的速度150公里，即摆还佫20秒就要弄山，你敢有法度甲救落来？无可能啊，这无救啊！咱有1800万的讲台语的人，即摆伫即台普悠玛火车顶悬，毋过伊用上紧的速度，即摆当咧走去弄山，还佫剩一节尔，就要弄着啊！这敢有法度阻挡？无可能，这是无可能放落来的一个趋势。是安怎讲？因为任何的文化拢是有惯性的，好的文化、歹的文化拢有伊的惯性。咱即摆台湾有1800万的台语人，还佫有19万人伫各级学校内底咧教册。1800万的台语人，即摆是无惯势讲台语的台语人。好，伊讲了上愈厉害的语言，有可能是台语，亲像阮母啊，细汉时阵拢嘛是讲台语，毋过即摆伊行出去外口买物件，开喙就是直接讲华语。好，这因已经有一个惯势，变做一种文化，因家己无惯势讲台语，因认为出去到外口正式的大学就是爱甲人讲华语。啊，佫有咱即摆有19万人伫各级学校内底咧教册，因是无法度用台语来教任何物件啦。因教物理、教数学、教生物，一定要用华语来教，才会晓教。文化，歹的文化共款嘛有伊的惯性，互你改变过来。上解讲了上明的一个例，就是台北的捷运。台北的捷运，你即摆去徛伫因的迄个物件，应该叫做电磁梯。好，我家己叫做电楼梯好啦。迄个电楼梯，即摆台北捷运，你去徛因的电楼梯，大部分的人还是惯势徛伫咧倒手正手边对吧？因认为倒手边是要让出来，互赶时间的人自遐行过。毋过即件代志其实是毋对的。专家的研究，你互一群人徛伫咧正手边倒手边让出来，即件代志每一个方面拢是较歹的。第一，你并无较紧。你若是今仔日有100个人同齐拢要落楼梯，共迄台电楼梯，互你叮当。其实两边拢徛人徛满，颠倒速度是较紧的。好，第一项伊无较紧，第二项伊较危险。
吼，因为你点点徛遐当然嘛较袂烧弄，较袂滑倒，所以扭一边，互人行较紧，即件代志较危险的。第三项对机器较伤，因为你徛安尼两边无平动，你徛安尼是正手边你就较重，倒手边你就较轻。毋过，迄零件若是嗨去，你就是规组爱甲换掉。所以讲，台北捷运一开始甲所以台北人讲，你坐捷运的时阵，电楼梯你要挖正边翘。毋过因差不多过一工，就甲即个规定改掉啊。实际上，伊有咧宣导讲，你坐捷运迄个电楼梯你要挖正手边翘，即个因有咧宣导的时间差不多干那一冬尔。到尾啊，去10外冬，因一直拢无搁甲你讲爱徛正手边即件代志。毋过，所有台北人拢已经惯势啊，即摆已经改袂掉啊。所以歹的文化有家己的惯性，所以咱台语人无惯势讲台语即件代志嘛，有伊家己的惯性，伊无可能伫一冬两冬内就会解过来。搁较毋免讲学校内底迄阵即摆当咧教册的老师，伊袂晓用台语教任何代志，即件代志嘛无可能伫一冬内两冬内拢教过来，所以做惯性。若是一个人、两个人，你有可能甲伊解过来。像我要改我家己，我改我家己一个人，迄是足紧。毋过，做物件做已经变做一个足大的惯性，就亲像一台重快的火车要走去龙山，你无可能甲伊动落来。哦，所以动袂落来，要弄山是一定会弄到的。啊，还有一个问题，当时会弄到。即台火车当时会弄到山，好。伫行政院的社会变迁调查，我迄个变迁的变，应该我伫掩面会甲伊念做变，我有人甲我指正吼。伫阮差不多阮母也出事的时阵，那我即张图的意思是安尼，一个人若是出事伫咧即个年代，吼，安尼伊迄个年龄层内底，用台语来当做母语的比例，差不多是偌悬。伫阮母也出事的迄时阵，1950年就差不多，1950年，无。迄毋是阮母出事的时阵，阮母也无法度，阮母也无法度。吼，1950年差不多，国民党打来了第二档，伫迄档出事的人内底，差不多用台语当作母语的比例是70%。毋过，吼，2、3档前中山大学做的一个调查，差不多1000外份的问卷，因问1000外的中山的学生讲，请问你的母语是哪一种语言？77%的学生讲我的母语是华语，22%讲闽南语或者台语啊，0.7%是客语，拢无人讲原住民语。当即张图内底，迄阵学生差不多是伫2000年左右出世的人，咱就甲伊放伫遮。西元2000年出世的人，因用台语当作母语的比例，敢若剩22%。哦，安尼咱就甲画即条粗线。加减算一下，咱就得到。甲台语当作母语的人，伊出世的年龄，伊出世的年代，每11000当，甲台语当作母语的比例就会减11%落来。好，安尼一个足简单的数学题。2000年即当出世的人，台语当作母语的比例是22%，而且每过10当，即个数字就会搁减11%。请问，即个数字降到0是伫倒一当？对，就是明年一月日后，2020年，咱就差不多会当到一定大汉了后，甲台语当作母语的比例是0，即件代志差不多就是明年出世的迄个囡仔。对，咱即台火车当时会弄着山，伊的头一节上头前迄节的弄着山的时间就是伫明年。哦，恁袂随感觉着，因为迄阵囡仔还佫爱过10外冬才会大汉，还佫过10外冬，你才会感觉着因的存在。所以恁袂迄个 shock wave， 迄个 shock wave 即个物件要用台语要安怎讲？电波，电波，迄个电波就准讲头一节，咱即台载1800万台语人的车厢，伊的头一节明年就会弄着山，毋过你做的即节。爱过10外冬，才会感觉到迄个震动，才会感觉到迄个电波，吼。还50冬前的台北城较惊胆的台人庄脚，50冬前台北城来讲台语的人，比即摆台南任何一个庄脚还佫较侪。所以讲，就是
港的任何所在拢无啥物成功护体啦。这就是今仔日咱看到想讲下港了有较侪人咧讲台语，其实就是听一鼎温，听一鼎拉轮仔烧的滚水开始来煮水鸡，总是有几只水鸡会较慢死，几只水鸡会较早死。台北就是一只较早死的水鸡，台南高雄是较慢死的水鸡。毋过只要下骹迄趴火你无甲紧调，继续咧行，继续咧行，早晚就是会死。无世间无行袂死的水鸡啦，世间嘛无任何一个钟头有可能永远咧讲台语。啊，下骹迄趴火是啥物？下骹迄趴火就是咱以华语为主的学校教育。只要咱的学校教育也是使用华语这个外来语言咧教所有的科目，这件代志还搁咧进行的任何一天，迄趴火就无紧调。只要这件代志还搁咧进行的任何一天，咱讲台语的囡仔一定就会愈来愈少，这是一个无可能阻挡的趋势。好。自我开始来讲这个台语的问题了后，伫我的内种页顶管，我的 page 顶管，有足侪人，我感觉伊是好意啦。伊甲我讲，我即摆做即个啥物头路，譬如讲我伫咧病院内底做护理师，我也是讲我即摆是咧卖厝的牵狗仔，也是讲我即摆是咧讲一个啥物生理，我甲即摆台湾的中小企业的头家，要来讲生理要制造的时阵，拢嘛是讲台语较好。我咧做遮个工课，拢嘛是讲台语较有优势。毋过我要甲你讲一件代志，听唔着。即寡伫咱今年2019年的台湾社会内底，所有互你讲台语的外在的动机，外在的动机啥物意思？就是亲像我即款人，我讲台语的动机是来自我的心肝内。毋是因为外口我有需要甲任何人沟通，毋是因为伫外口我有需要甲任何人讲生理，我才要去讲台语。毋是，我讲台语的动机来自我的心肝内。毋过对其他的人，若是讲因心肝内并无特别有即款观念，因讲台语的动机是外在的。譬如讲，我即摆需要甲啥物顾客，啥物人客来沟通，还是讲来病院看病的阿公阿嬷，我有需要甲伊讲台语，还是讲我想要我甲我厝里家己阿公阿嬷来讲话，我才要讲台语。即寡今年2019年台湾社会，互你讲台语的所有的外在动机，拢会伫20年来完全消失。你厝里讲台语阿公阿嬷，应该会活超过20年？我的是无啦。你讲中照甲医疗来病院看病，听无啥有华语的阿公阿嬷，就即摆咱台湾社会上高看病迄阵老人。而且听无啥有华语的迄阵老人，20年后因敢还阁有伫咧。卖厝的牵狗仔，即摆担退休手头钱上介济，四界咧买厝，四界咧炒房地产的迄阵人，20年后因敢还阁炒会便当。你甲中小企业咧讲生理，迄阵听到台语才会感觉亲切的中小企业的头家。即摆差不多拢偌侪岁人啊，差不多50-60岁。50-60岁，即阵人20年后，伊的公司敢抑阁是伊家己咧看？袂，20年后伊会甲公司交互伊后一个的囝儿，伊后一个的囝儿敢有可能家己共款是一个听到台语才会感觉亲切的人？毋是，因为伊的囝儿其实就是甲恁差不多的华语囡仔。好，我讲到遮个意思就是台湾社会内底，我即句我拄则已经讲过，所有要互你讲台语的外在动机，伫20年后会完全消失。伫面册顶悬迄块足好心、足好意，想要甲大家讲，请你来讲台语的迄个人，伊讲出来的，怀你伫倒一道，你啊讲台语较有优势。毋过我一项一项甲看，每一个人讲出来的理由，每一个人讲出来要叫你讲台语外在的动机，拢会伫20年后完全消失。好伫我的动机拢完全消失了后，台语会变做啥款？台语会有三化，倒三化咧？外语化、兴趣化、甲表演化。其实这三项代志即摆拢已经咧发生啊，毋过20年后伊会完全变做主流，伊会差不多占领规个台湾社会。外语化是啥物意思？我伫新竹遐招一个台语开讲会，就是几个清华内底学生想要找人讲台语。毋过因身躯边的朋友拢袂晓讲台语，这了咱甲招招。
好，即马无咧听，即马无咧听。啊，政府即马无咧听。我甲迄个囡仔招起来，吼，阮逐礼拜二的暗暝同齐来食一个暗顿，讲咱拢讲台语。我差不多办一2过来，我就开始感觉足悲哀。好，你甲听哦，咱一群人逐礼拜招一个暗顿来讲家己人的话，这是啥物人咧做的代志？这是去到外国的留学生咧做的代志。若是今仔日咱的场所换伫 New York， 换伫 London， 这件代志就变甲对完全就是应该安尼。咱去到外国，一个大家讲的话，其实咱拢听无啥话的所在。哦，咱逐礼拜招一个暗顿来讲咱家己人的话，这个完全是 OK 应该要发生的代志。毋过，我是伫台湾做这件代志。哦，这就是台语已经变做外语的头一个镜头浮出来，互你看到的镜头。过来第2项就是，哦，迄个人台语足好讲的呢。好，一般你听到这句话的时阵，一般拢是用华语讲出来。陈柏惟台语超强的。毋过，伫我细汉的时阵，完全毋捌听任何一个人学了另外一个人台语足好讲。好，无你就家己安尼想啊，就好啊。你敢有可能听到一个日本人学了另外一个日本人讲，你的日本话哪晓甲我讲？你敢有可能听到一个英国人学了另外一个英国人讲 ，Why are you so good in English？ 所以代志袂发生啊。所以当你若是开始学了一个人是安怎遐尔啊会晓讲迄款语言的时阵，就代表迄款语言伫你即马所徛迄个社会内底已经是外语啊。哦，就台语的头一化，外语化；第2化，兴趣化。伫台湾大学甲政大内底已经出现台语文社即种社团，成大敢有哈？有嘛有吼？你敢会伫日本的大学内底看到一语社？你敢会伫英国的大学内底看到英语社？因可能有英国文学社，这有可能，就是语言内底一个特别深的一个学问，吼，咱做一个社团，吼，去甲研究，较密乱去甲研究，这有可能。毋过，其实台语文社，照因家己讲，拢咧创啥咧？其实甲我做的代志差不多，就是大家来用台语开讲安尼尔。敢有可能伫今仔日东京的大学内底有一个社团，伊做的代志就是大家用日本话来开讲，吼，袂嘛？这就代表台语未来会愈来愈成做一种兴趣，表演化。几落礼拜前，我去听火球节，吼，伫桃园的迄个国际棒球场，台顶唱台语歌的乐团足济。毋过，唱歌唱煞了后，举麦克甲观众讲话的人内底，我敢若听到2个人是以台语，两个乐团是以台语为主的，一个是歹势少年，另外一个是罗马丁。其他唱台语歌的人，其实因举着麦。因把拢填开始讲话时阵，讲的拢是华语，就连甚至迄个相连的 Freddie 嘛是以华语为主，伊规句讲台语安尼啊。所以，伫即寡乐团的新歌内，伊嘛是认为讲，其实你讲话的时阵应该爱讲华语才对。台语是一个摕来唱歌、摕来表演的语言。哦，其实即个现象，即马伫客户身上已经足严重啊！我一个朋友甲我讲，伊是客人去甲电视台咧录影的时阵，好，就咧卡梅拉，咧卡梅拉开始咧登势啊，一直翕的时候，大家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哔哩吧啦啊，卡梅拉一个甜，就随转华语咧讲话啊，你刚刚那稿子规个客家电视台无人会伫咧摄影机无开的时阵讲客话，所以其实客话即摆现状就已经是一个摕来表演用的语言啦，这现象即摆嘛有伫台语内底出现，毋过无甲遐尔严重。20年后，这完全变做主流。20年后，外在会互你伫生活当中，伫工课的场合内底讲台语的外在动机，20年后拢消失了后，你伫台湾听到的，就敢若剩外语化的台语、兴趣化的台语、甲表演化的台语。台语袂继续搁成做一个生活当中的语言，袂成做一个摕来做工课的语言，变做一个外语，变做一个兴趣，变做一个表演。这是我认为台语的将来。既然讲到遐尔悲惨，安尼
那想是拢无希望对无？安尼到底咱还阁有剩啥物办法无？哦。咱即马坐伫即台火车，后壁看到即台火车顶悬。咱即马坐伫即台火车，即个火车还阁有差不多10秒钟、20秒钟，就要向伫涂骹。咱拢是即马坐伫即台火车顶悬的人客啊，你是上头起先精神的迄几个人内底的一个，安尼你即马要做啥物才好？你知影你即马坐即台火车，可能稍微急给互你1分钟啊，1分钟了后就规个弄散，你即马要创啥？哦，我认为。上界重要头一件代志是甲大家叫精神，因为除了咱以外吼，咱掠外其他坐伫即台车顶外人拢还搁咧困，拢还毋知影代志，足紧就会弄壁，足紧就会弄散。头一件上重要代志就是甲大家叫精神，因为最近看到一寡报道，伊咧讲，即个报道内底讲到，即马世界各国有几个国家较成功的案例。如何甲一个强要死去的语言救回来？吼，我看到案例包括着，伫日本福冈岛的阿伊努的人，阿伊努的话，因为阿伊努其实是Eskimo 内底的一个分支啦，吼，伊其实毋是日本人，啊，毋过日本人硬要甲因当做日本人，叫因学日语，吼，啊，阁有 New Zealand 的猫哩，这是自台湾传出去哦，嘛是咱岛语族，啊，阁有伫英国的西边迄角啊，有一阵叫做 Welsh 的人。吼，伊讲的嘛毋是英语，这三种语言都拢差不多，拢有一个差不多的时间表，就是差不多40-50年前，原在应该100%咧讲的咧讲遮话的人，40-50年前拢已经落落来剩10%，还是较减啊。吼，阿伊努迄当阵上惨，阿伊努伫规个福建岛上惨的时阵，甲阿伊努当做母语咧使用的人，伫规个福建岛剩无1000人。吼啊，毋过。经过因水40-50年来足拍拼来做的工课了后，即马来到即马，伊是40-50年前就开始咧救啊哦，救到呾因的成果是好，差不多已经有40-50%的人会晓讲啊，毋是讲了足流利，毋过上无会晓讲啊。好，自10%救倒来40-50%，也是无介健康啦，毋过上无是救倒来。吼啊，伫遮个内底。因有足侪无共款的政策啦，足侪无共款的方式啦，啥物请一个顾问啊，大家伙大口走去甲人拜访啊，这嘛有啦。啊，伫学校内底做啥物，啊是讲制定一个啥物政策啊，是讲用公文开始用因的语言来写吼，这足侪无共款的政策。毋过有一件代志，伫即3个案例内底，因拢同齐来强调的一点就是。上界重要，除了政策了后，上界重要一点就是你开始，互恁即个族群的人感觉讲即个语言是一件公用的代志。即个公用感若是无找倒来，毋管你做啥物政策，拢会失败。只要即个公用感找倒倒来，即个语言才有可能开始搁传开。哦，这就是我认为即马上界重要的代志就是甲大家叫精神，甲咱家己心肝内交牌仔摕掉。愈正式的场合，愈应该爱讲台语。因为即马，即款咧听伤多啊，就是规大阵台语人家己咧开会的时阵，哦，徛上台迄个人开始跟你来讲台语，啊，另外一个台语人就来讲，莫啦，讲国语，这个场合要讲国语。即款咧我听伤多啊。家己讲台语的人认为，伫正式的场合无应该讲台语，即款例我听上多啊。哦，所以，好，这是我伫另外一个影片内底嘛有讲过的一个事故链，就是咱即台火车有影弄山了后，咱甲即台火车伊的悠啊吼弄破去的汤弄破去的，伊也拢想办法搁捡到。要想办法甲伊捡倒转来，搁起一只新的火车。头一项登起的工程应该对倒位做起，应该对教育体制开始来做起。所以我就写这个4句咧：本土语言考学校动态加分控卡跳，客观加分爱较高，虽然来考拢有效。哦，啥物意思？就是我认为，刷落来你若是想要互少年人搁有一个开始讲本土语言的动机，这个动机绝对会甲考试有关系，因为其实。华语就是安尼甲本土语言打压落来，所以你即摆若是想要甲本土语言救回来，
你嘛需要用同款的方式来甲伊改，来甲伊透过。吼，本土语言考学校，我认为上紧会使开始做到一件代志，就是伫考大学迄个考试内底，你应该上无要有3种版本的试卷。吼，一个就是维持讲大家上介侪人拢也敢若看有华语文，吼，你华语文的考卷免讲，吼。另外，要搁共款爱有台语文的试卷，甲客语文的试卷。即寡试卷，除了国文科例外，其他的科目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化的题目，应该基本上是完全共款的题目互相来翻译，吼。即摆讲这个烧杯怎样到几度？啊，台语就讲这个烧罐哦，安那到几度？啊，用台语文来写。基本上其他科目拢是完全共款的题目互相来翻译。毋过国文科就是个人考个人的，这代表讲你若是今仔日选择讲你要用台语文来考试卷，你的作文共款嘛爱写全部拢是台语文。哦，好，这无啥物问题。用语言来考学校，你要互因的动机就是加分，吼啊。动态加分的意思就是讲，我认为这个加分伊无应该是一个固定的数字，伊爱甲另外一个数字来挂钩。啥物数字来挂钩咧？我认为政府应该要逐年来调查，今年全台湾国民学校的囡仔要有偌济人会晓讲即款语言，甲即个数字来挂钩，来决定讲今年使用即个语言来考大学的学生会当得到偌济趴数的加分。比如讲，好，台语咱设定讲伊原在100%的健康，伊的血条若是交满的时阵，迄个交满的血条是80%，应该有80%的台湾人讲台语，伊的血条交满的时阵是安尼，所以咱就来设定讲。即马用台语文试卷来考大学的这学生因摕到的即个加分的比例，会伫小学生80%会晓讲台语的时阵就归零。空骹桥是啥物意思？就是我即马遮若有一只椅仔是倒啊，伊的四肢骹无平长，吼，一边悬，另外一边就低；一边低，另外一边就悬，安尼叫做空骹桥。我认为即个加分，伊加偌济，应该要参像即个空骹桥的。即个情形，就是小学生会晓讲的人愈多，大学生用即个语言来考试得到的加分就愈少。毋过颠倒过来讲，若是讲咱今仔日所有要救即个语言的其他的政策，其实拢无啥物效果。小学生会晓讲台语的人，也是讲小学生会晓讲客语人，伊共款是一直降落去，一直降落去。安尼另外即边就爱对咧压挂。哦，即马咱讲原住民因的加分是上侪加到35%嘛。原住民的人口比例伫咱台湾社会差不多是2%。我嘛认为讲差不多，若是今仔日伫小学内底会晓讲台语的人口，会晓讲台语的小学生，敢若剩2%。安尼来讲，即时阵你就爱认为讲，来考大学用台语文试卷来考大学的人，伊得到的加分应该嘛爱加悬到35%。我是安尼认为啦。那以一个伫阮母也出世的时阵，全台湾有80%人会晓讲的语言来讲，若是敢若剩2%，迄其实甲死去无啥物分别啦。到即个时阵，35%的加分听起来嘛无算是介侪啦。吼，毋过若是讲即摆小学生已经转来到80%的小学生拢会晓讲台语啊，安尼即个加分就该归零，我嘛无啥物意见。吼，第三句客家加分爱较高，就是因为即摆客家话比台语搁较惨，所以会晓讲的小学生人口比例若是共款的时阵，譬如讲咱即摆假使讲啦，调查发现讲。客人学生会晓讲客话的比例是7%，台语嘛是7%，共款拢是7%的时阵，我感觉客话互伊留啊加一点点的加分，应该无算是介过分啦，吼，就是安尼。比如讲，一个加分10%的时阵，另外加分一个加分加11%，毋免差足多。上重要的是第四句，虽然来考拢有效，我认为这个加分的制度，伊毋是看血统，伊是看语言，因为咱要救的其实毋是这个血统的族群，咱要救的是这个语言。意思就是讲，咱其实欢迎任何人来学这个语言。今仔日若是你定准讲你有这个才调，用客家话来考大学，就准讲你是一个战后中国移民的战后中国移民的第2代、第3代。你想要用客家话来考大学，好，互你考，共款互你加分。因为只要你学会晓这个语言，你刷落来的人生内底，你的消费的行为，你有可能参与的艺术的创作，你拢有可能帮助到客家文化，搁再起来。所
所以讲，你学会晓，搁较加一个本土语言，对即个社会的文化是有帮助着。所以，即个加分，伊无看血统，伊干那看语言，只要你学会晓，就互你考。哦，这是我认为，伫咱即台火车弄山了后，电梯的工程头一件应该爱做的代志。啥人我讲这是头一件，因为头一项工程，因为气管是上较简单的，你出一个气管，你干那翻译就好啊。毋过，你若是想要正经彻底甲所有伫学校内底教的科目，拢家转做本土语言来教，你需要甲即马当咧教册迄19万的老师拢甲换掉，这爱开偌久时间才换掉？20-30档你无一定做会到啦。所以讲，迄足慢的，快工程的足慢的。伫咱有即个本土语言来考大学的试卷了后，师资才慢慢啊对咧来，慢慢啊一步一步来成立。全台语的国小、全台语的国中、全台语的高中、全台语的大学，哦，若是一切拢顺利，无定伫我可能做阿公进前，我会看到全世界头一间全台语的大学，内底任何的科目拢是用台语来教，毋是甲台语当做一个系，毋是甲台语当做一门课，是所有的科目拢用台语来教，所有的论文拢用台语来写。我希望啦，我希望伫我即世人死去进前看会到一天，哦。好，刷落来，边仔即两个白色的圆箍仔较无遐尔啊震动，毋过我认为是每一个人拢会使加减做一点啊，而且每一个人加减做一点一定拢有帮助。就是讲，咱即马即台载着1800万台语人的火车要走去弄山，咱知影咱无法度来阻挡，毋过，甲大家叫醒即个共，大家叫精神共，即个时阵，咱阁有2项通配的咱来做。哦，头一项火车已经弄到喙膏，弄落去喙膏了后，你加减甲一寡布料捡起来。比如讲，即块窗仔门袂歹哦，足水的火车，即个窗仔门我先甲捡起来。椅仔顶悬吼，即块布料袂歹哦，已经弄到喙膏毋过我捡起来。无定伫咱登起即台火车的时阵，我捡起来，这布料就用会着。这布料是啥物布料？就是其实。咱拄则讲，我即个找台语的书店内底32万条书，32万条书你掠准是足侪对无？即马凊彩一个线顶的英语书店拢是几落百万条的啦。来举一个例，线顶的书店内底的书是如何的无够用？你若是开始试验全台语的生活，你就会发现实在有伤过济，你想要用台语讲出来的物件，其实伫书店内底是差无的。毋过你共一个时间，你嘛知影即个物件无可能无台语的讲法。譬如讲，请问即3种云用台语要安怎讲？云就是伫天顶，迄是大家拢看会到的物件。而且即3种云无可能是伫1949年了后才出现的嘛？安尼是毋是代表讲伫台语内底绝对有即3种云的物件？毋过即马坐伫遮的人有倒一个人知影即3种云的名字用台语要安怎讲？无。好，后一条，这是一条套抽。请问，咱家伊所比过去的所在，迄个部位用台语要安怎讲？这张图毋是我家己发明的，我就是去网络顶悬 Google 套抽，我甲一张用华语咧解说的图，我甲字拢炸掉，就囥起来食。所以部位伫华语内底拢有伊的名，毋过用台语要安怎讲？你敢相信讲这部位伫台语内底竟然有可能无伊的名？无可能啦！台语人讨海讨3-400担啊，这部位哪有可能无台语名？问题是书店内底我总查无啊。哦，搁刷落来。这是我一个咧，即摆咧学德米啊变物件的一个朋友，伊家己做的图。吼，请问即3条红线所比的所在用台语安怎讲？恁拢知影迄是一个篮，我嘛知影迄是一个篮，毋过即个篮伊的右项的一个部位用台语要安怎讲？这部位敢有可能无台语名？吼，所以我即个朋友足有心的，伊就走去家己访问，吼，自10分至10分。
二次拿地哦，伊就讲二次拿地啊，对。这阮咧讲是讲羹。羹。啊，比如讲你用10条，你会安怎讲？讲羹要用几条呢？哦，羹要用几条？看你要打几条羹呢？要打几条羹安尼啊？啊，像即款茶有名吗？这是家猪仔茶。这嘛是家属仔茶哦。哦。这家猪仔茶这大四个。像咱这要收这台语安怎讲？收水，爱去再抬一个壶啊。哦，阮这讲是拢讲刷水，甲刷起来都刷水。应该加一个 H 啊，刷水。家猪仔水。哦。这是柑仔水。柑仔水。哦。两款水都无共啊，对吧？加了水。白丁啊。柑仔水。这是一种拢无共。啊，这水还是啥物水？这用杯仔过呢。哦，杯啊，你头讲过，好，我记入来。杯仔过，这要收水就爱用杯仔过。杯仔过，你看遮有，迄着用3条过过啦，过了再用杯仔过才是无起。因为带面只，无你要怎啊用这个收起来用面上弄一个。安尼做较硬正。看安尼就好啊。恁是几台拢徛遮？哦，我的意思就是讲，咱讲台语的老祖先伫即块土地生活300-400担，有360度。台语是一个宇宙 ，it's a universe。咱若是甲规个台语的宇宙，台语有的词、有的字，有法度记出来的物件，甲伊当做规个宇宙。安尼其实咱即摆书店内底收到的物件，差不多就敢若一个台北市尔，就是你上接看到的，遐物件才有收到书店内底。360度有伤过济，毋是做迄道的人，毋知影安怎讲的事，而且知影遐个事安怎讲的人，会伫即20年来拢死了了。这就是咱弄山进前，咱上尾这20秒，大家拢会使做的工课。毋是我做，毋是台语啥物文教基金会去做，毋是台语家去做，因为这个工课伤过大，伤过侪啊，伤过侪项啊。即摆就请大家开始来想看卖，你阿公阿嬷是做啥物头路的？是毋是就有可能有即几项啊事，毋是做恁阿公阿嬷迄代的人，都毋知影迄个物件用台语要安怎讲？若是有，转去甲问出来，写落来。若无20-30担后悔的事，就会对着恁阿公阿嬷一笔公仔簿找无啊。哦，这是头一项，我认为大家拢会使做的工课。刷落来这20-30担来，我希望伊是一个大采集的时代，全民编书店。有伤过济，毋是做迄道的人，都毋知影台语变哪。咱拄则讲的迄个尾仔变的迄个事。确实，伊就是安尼讲，确实，迄就是伫台语的宇宙内底，确实，伊迄就是伫台语文化内底，毋是边缀边仔的人完都毋知影要安怎讲啊！即2张图咧，若是我会去问讨海人，因为讨海人伊行船伫咧海面的时阵，伊看到的物件，海掠我就是天，所以。行船人，我咧想，伊应该对每一种海影、每一种海流、每一种云的形体，伊应该拢有家己一个称呼。我咧想的是安尼。所以，若是恁兜有行船的阿伯、行船的阿公，紧去问看卖，伊有可能知影即3种云，台语要安怎讲啊，即个透抽嘛是啦。恁兜若是讨海的，咧掠鱼的，当去问看卖，即张图顶悬一个透抽自头到尾，你家问甲剩一支病嘛着问啦。就是所有你想到华语应该讲会出来的物件，你拢家问一个台语要安怎讲，拢甲问出来。因为你若是无问，其他人嘛问袂着啦。因为做可能做白道的人拢毋知影迄个物件台语要安怎讲。好，刷落来第2项，我认为大家拢应该做会到的代志，就是我拄则讲的迄项，伊的意思是捡骨料。
即摆即载火车已经弄起来，逐项物件破甲脆糊糊，吼，破甲脆糊糊，你甲捡一块较水的料，伫咱要起新的火车的时阵，挺好摕来用，吼。这是一项捡旧料的工程，另外一项是啥物？画新图的工程，就是讲，若是讲恁兜无啥物旧料，互你捡啦，阮阿公阿嬷做的迄落工课，其实拢甲别人咱像无啥物无共，我想袂到啥物旧料伫阮兜通捡，安尼。毋过你会使想看嘛，你即摆敢有法度来替大家画新图？啥物意思？就是台语差不多自1970年代了后，就差不多我出世迄个年代了后，台语就已經無咧現代化。因为大家拢转去使用华语来讲一寡新出现的物件，所以即摆是其实有伤过济，即30-40年来才出现的新的物件，伫台语内底无一个大家拢知影的讲法。所以咱的台语若是要做一台新的火车行向未来的世界，咱就会需要一个新的设计图。咱即摆需要大家拢来画一百，你认为即个新的设计图应该要生安怎？大家画无共，有可能，毋过其实无要紧。来，我念即段的互你听。你寄电批互我无定是看袂到呢。无你去面册，我会买种遐老话啦。用起盘咧拍字实在有够慢的，希望今有台语的 Siri 出来。即段话甲用华语来讲，大家拢会晓。用台语讲出来，大家就感觉了解了，因为自面册出现、自 email 出现、自起盘出现了后，无人会想到要用台语来讲这个名词。所以我即摆讲出来，大家拢感觉了解了。电批是啥？电批就是 email， 面册就是 Facebook， 卖种页就是 fans page， 起盘就是啥物？就是 keyboard。我感觉即个翻译有够水的。因为你咧饲的迄一粒一粒，甲喙齿共款一粒一粒对无？安尼排起来，而且起盘的起甲英语的起又搁外音，我感觉即个翻译有够水。问题是我讲出来，恁几个人听有？好，所以这就是。第二项，我认为大家拢应该爱来做，而且你嘛拢做会到的工作，就是咱来画新的设计图。你认为台语这台火车咱停起了后，要驶向未来的世界，咱就爱为伊来做新事，咱同齐来做台语现代化的工程。譬如讲，落地冰是啥物冰？其实就是恁即摆讲的双麒麟。因为双麒麟，我看一个部落格顶原写的。迄嘛是一个人，伊开始试看卖，想要用全台语来生活。毋过伊当着一个问题，伊足爱食双麒麟即个物件，但教练伊变做双麒麟，伊足爱食双麒麟即个物件。毋过伊毋知即个物件台语要安怎讲，伊四界去查书典，伊嘛查袂着，伊就决定要家己发明一个，伊就叫伊落地冰。我感觉这嘛袂歹，就准讲今仔日有人讲双麒麟，有人讲落地冰，我感觉这嘛完全无要紧，totally 大丈夫，完全无要紧。totally 大丈夫，就是讲，今仔日只要是大家拢开始想要用台语来讲所有的物件，咱个人的一个翻译无共，嘛袂造成任何困扰，因为到尾啊，上侪人接受的迄款讲法，伊就会留落来。举一个上介简单的例，华语讲的橡皮擦，你兜用台语要安怎讲？你即摆就在场，你就已经听到3-4款无共款的讲法啦。这敢有造成任何沟通的无方便？嘛无啊。所以上较重要的代志就是咱开始每一个人拢替台语来做新事。好，刷落来，这是我这个事是我家己做，这个事是我家己发明的。油价，你认为这个事咧讲啥？啊？对，你连面就对着啊。油价就是我甲另外一个朋友咧讨论讲，伊拄则去上课咧做一个油价。毋知影这个腰架是台语要安怎讲，我就替伊想着这个事，用着你的腰，嘛用着你的肩胛咧做的这款运动，咱就甲伊叫做腰架，完全就是腰架的运动。这是我家己发明的新事，这是我个人我本人直接发明的新事。好，刷落来是，我顶礼拜伫面册有一个社团，叫做台语社内底问的，情绪勒索这个物件，用台语要安怎讲咧？这两当来足浅的这个事，情绪应该是念做劣色，这两字我较无熟，尾后我听到上介水的一种讲法，我感觉是卡情恋爱，卡甲恋其实差不多，就是讲人无爱互你的物件，你用一寡言语，你用一寡动作去逼伊互你，安尼卡甲恋这两个动词其实差不多，这个意思。
这是我尾来听到我家己感觉上解水的一种烦恼，就是卡情恋爱。啊，另外嘛有人讲，这号做啥物情绪的卡油啦，感情的卡油啦。我感觉这拢无要紧。上解重要的就是咱开始使用家己去讲任何你较早袂用家己去讲的物件。全面来，我希望刷落来是一个大创造的时代，全面来写词典。你毋是干那甲旧的词扣入去词典内底，你是家己来写。你认为未来台语的词典爱有啥物词伫内底？大家拢来写，大家写了无共款无要紧。重要的是开始写，这就是我拄则讲的。咱即台火车已经确定绝对的崩壁、绝对的崩山，咱无法度阻挡。毋过咱即摆大家拢会使做的工作，就是即两项：扣旧料，还佫有画新图。扣旧料就是当去问看卖恁兜的阿公阿嬷因做的360度，是毋是有啥物物件是无做迄度的人，真有可能就袂晓用家己讲物件，紧去甲扣起来，紧去甲扣起来，这是扣旧料。画新图就是未来咱做一台新的台语火车要行向新世界，咱一定需要新的词。即摆大家来做新词，落来顶台 totally fine。摇架你来做摇架，完全拢会使。你若是想到搁较水的，你就发明一个比我搁较水的讲法来讲摇架。我若是感觉你讲的比我较水，我就会用你的，完全无要紧。好，差不多就是讲到遮啊。上解重要的其实也是这三字啦，红烧这三字，咱爱开始感觉讲，我讲台语是一件公用的代志。女正式的场合，女应该爱讲台语。若是无这点，其他拢是假讲的。你扣搁较侪句了，你画搁较侪的新图。若是大家有缘无甲心肝内的狗牌摕落来，有缘拢是感觉讲台语是见笑台。你其他的工课搁做较侪拢是假的啦。阮母啊，较早伊咧读国小、读国中的时阵，伊就捌。伫学校讲台语去互罚2钱，所以迄个政策，迄个已经过去几落10冬进前的代志啊。迄个政策早就已经取消去啊。毋过歹的文化就为家己的惯性，其实伊心肝内的交代，即几落10冬来拢毋捌摕落来。伊细汉时阵接受到迄个观念，讲台语是见笑台即个观念，即几落10冬来伊一直拢家己藏伫个心肝内毋捌摕掉，而且嘛传互伊的后一end，就是阮。阮细汉的时阵嘛，认为讲，出去外口就是应该爱讲国语。好，咱即个演讲应该爱到9点。好，毋过我甲单已经讲了，我留了毋免惊，我还佫有另外1份。即摆咱先留啊，休困者，好无？咱5分钟后，等来遮，即摆是8点10。